真正嘅成全唔係守護既有嘅成果，而係持續提升未來決策嘅能力，迎接2026年。各位 FOFA 家族辦公室金融科技協會嘅老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李志健 Dr. Coding。邁向2026年，家族辦公室所面對嘅環境正持續演變。我們關注嘅再唔係僅係資產配置同埋報表嘅數字，包括係體制嘅設計、科技嘅工具以及長期治理嘅能力。從 Web3 在睇資產確權同埋合規架構中嘅應用，到 AI 喺風險嘅管理、投資研究同埋營運效率上嘅輔助，科技正逐步成為家族辦公室不可忽視基礎能力之一。對於內地同香港家族辦公室而言，而家面對處於一個深度思考嘅階段，如何立足一個國際嘅樞紐，喺合規同風控長期策略清晰前提底下，有序參與全球嘅配置。走向全球唔應該再係速度嘅競賽，而係對制度、文化、風險充分理解後，做出理性嘅佈局嘅改變。新嘅一年 FOFA 將持續發揮建設生態嘅角色，連結專業、技術、經驗。協會會員在唔確定當中建立一個穩定嘅決策架構。祝各位喺未來新一年思考更清晰，結構更穩固，讓家族財富喺時間中持續成長。期待2026年同各位一同探索並完善智慧嘅資本裏面真正嘅內涵。祝新年進步！